小等，你甲俺提烧酒，这步提才走。只要摕出30万，带咱解救美雪，离开遐个环境，一定会咱做一个互恁满意的新妇。你想想啦，我无可能有一个趁食走来做美界新妇。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台视鼓励。新曲歌王就是神，李玖哲连这种掰歌也能唱。给的我全都给了，我都舍得，除了让你知道。老王别表哥。人家都说，歌者要了解歌词的意境，才把歌唱得好。交给其实我不。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记新闻，我是郭义忠。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国军乌鹰直升机失事，陆军一架 UH-60M 乌鹰直升机下午伫咧台北宜兰交界福山山区失事。国防部证实讲，飞行机内底有参谋总长沈一营，也有政治局的副局长于清文，联络人事才会大粒的将官。即马上新的消息就是军文社的记者已经找到，即马送去病院治疗。另外，还有一个人。陆军已经成立到这个搜救队，要来到现场来救人。国防部嘛赶紧来发新闻稿，讲到参谋总长沈一鸣上将在内，含机组人员拢总13个。下午7点50分，这 UH-60M 直升机要去宜兰东澳来执行春节的卫冕行程，唔知什么原因，强降落伫咧新北市乌来山区。部长即马先派专案小组的人员赶来到现场来救人。国防部即马已经成立救灾应变中心，赶紧来发动医疗救护应变的作业。另外，陆勤部队的这个军医队，也有派卫勤部队来到现场支援。现主时上新的情形，咱就赶紧要带记者周景如来带咱了解。带您关心最新消息，国防部召开了临时记者会，现场就在松指部，我们也在等待官员出来回应，是针对整起在上午7点50分，有非常多的高官，包括了参谋总长沈一鸣是搭乘了 UH-60直升机编号933的这一架黑鹰直升机，准备要前往宜兰东澳岭来执行春节的卫冕行程，不料却遇到了状况，不明原因是迫降在新北市的乌来山区。现在根据最新的搜救进展，我们可以知道目前还有3个人尚未找到，其中包括了参谋总长沈一鸣，以及政战副局长于清文，还有情治处理次长洪红军，这3个人还没有找到。但是稍后如果有最新的话，也当持续为你掌握。在稍早目前有找到的是一位军文社的记者，而目前他们也在山区实行这个搜救的行动。当然，整件事情消息传出，国防部长严德发也立刻是率领了专案小组人员到现场，还有来发布整个紧急的整个专案的搜救行动。国防部成立了救灾应变中心，也紧急启动了医疗救护的应变中心，像是陆勤部的军医处也派遣了卫勤部队前往到现场支援，包括了整个宜兰的像是情境指挥部也有非常多人在现场要来全力来执行整个抢救的任务。身为3军统帅的总统蔡英文也在稍早发布了最新声明，表示第一时间获报的时候，他已经在总统府内掌握到了最新消息，而且也在府内听取了相关的简报。对于机上人员是否平安，他是表达高度的关心，而且也随即指示要全力的搜救，不放过任何一丝的机会。松主部在稍后也会有完整的最新说明，待会发言的将会是空军的司令会来亲自来说明。而整个在稍早的府方的新闻稿，其实也传递出蔡总统非常的关心，更高度的关注，同时相信他的心情也是非常的关心这样的事情。因为在一大早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呢，台北小巨蛋的广场前，蔡总统也亲自到现场来为民进党的所有北市立委候选人来站台拉台声势，因为接下来就要大选了，而且很快就要过年。不料在整个选前冲刺的阶段，居然是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现在讯息各方面还有非常多的国安相关单位，还有国防部相关单位都在全力的要掌握最新的情资，而包括整个新北市的一些消防单位也有来投入整个救援行动，不放过一丝的机会。
会。行政院在稍早也有发布的最新的声明，是包括今天院长苏贞昌有听到消息后，也要来随即督导相关部会一定要全力的搜救，第一时间要求国搜中心也要动起来，还包括了消防署的特搜人员也前往到现场，空中地面都要来进行同步的搜救。因为目前根据了掌握，还有3个人是下落不明，但是呢，在稍早之后的一些后送单位，包括了整个医院的配置，要等这些人员在山下送往山下后，要进行的整个急救的过程，医院的相关配合也还在进一步厘清，因为要看他们所有人员的伤势。而目前根据了解，一共是13人，当时要出发到宜兰的东澳岭来执行春节的卫冕行程，不料却发生这个突如其来的意外，让各界都非常的震惊。目前根据了解是3个人还在进行搜救，但是呢，剩余的10个人找到后，目前伤势如何？现在讯息也非常的混乱。宗旨部在稍后会有最新的说明，会来持续为大家掌握。以上目前情形。好，多谢景如带咱了解现场上新的情形。拄则景如嘛特别讲到，小等的商指部都会开记者会，向大家来说明这件代志到底是安怎发生，也有即马救难人员上新的救难进度。另外，这方面要赶紧来关心陆军这架 UH-60M 乌鹰直升机，下早是咧台北宜兰交界这个福山山区来失事。拄则上新的消息就是咱掌握到，飞行机内底拢总有13个，10个人拢已经救出来。即马咱看到这个画面，就是参谋总长沈一鸣，也有政政局的副局长余清文在内，另外还有政处室的助理处长洪凤金，即马拢也搁当日咧救，当日咧找人。其他也搁有军文社记者陈应德，拄则讲已经救到啊，即马赶紧甲伊送去病院来治疗。有关相关的上新的消息，咱继续连线咱台视新闻的记者陈义杰来带咱了解。义杰。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国防部一架黑鹰直升机7点55分在松山机场起飞之后，是预计要到宜兰的东澳执行春节的卫冕行程哦。但是在8点20分的时候就获报光点消失，迫降于新北和宜兰交界的山区。那稍早的时候，国防部在记者会上证实，包含参谋总长沈一鸣在内，机上共有13个机组人员。而中央气象局是表示，从相关的资料来看，今天上午8点左右，新北到宜兰这一带有零星的飘雨。云层是偏厚的哦，最大约有4级的阵风，那平均的风力大约是在3到4级左右，而且整体的风势是在转弱当中，那气温是在16度左右。但由于直升机迫降地点那一带的附近是没有人工观测站的，所以并不能判定当时是否是有起雾的状况。但从宜兰苏澳一带的资料是显示，当时的能见度大概有超过3公里，气象局判断事故地点的能见度应该是不低的。而当时这个天气是正在好转当中哦，天候状况应该并不差，没有特殊的天气的情况。那国防部现在是紧急成立了这个救灾应变中心，陆军第6军团的兰阳指挥部正在全力搜救当中，新北市的消防局、宜兰县的消防局也都赶赴当地搜救哦。那先前是传出有找到这个同机的军文社的记者哦，那持续也有探测到这个生命的迹象，但都还要等待国防部的证实。那我们也会持续为您来掌握现场的最新状况，主播。多谢伊继续要来关心陆军这架 UH-60M 乌鹰直升机下早啊，伫咧台北宜兰交界福山山区来失事。拄则咱掌握到上新的消息，就是咱看到这架飞行机拢总有13个人，咱看到因的身份就是总士官长，另外还有政政局的副局长，也还有咱看到政处做嘅这一相关的人员。不离个咱看到上新的消息，就是参谋总长沈一鸣在内，拢总有3位大粒的将官，即马只不过唔知伫咧倒位，即马当日咧找人。小弟上指部嘛开记者会，向大家来说明。现主时另外一个现场上新的消息，继续要转予张董来带来了解。好的，主播各位观众，继续带你来了解这个黑鹰直升机迫降的意外哦。那其实呢，在刚刚呢，这个飞机上面总共是有13个人。那最新的消息是传出呢，这个参谋总长沈一鸣就在刚刚呢是已经获救了，将要送往这个3军总医院来救治。不过目前呢，仍然是有政政局的副局长余清文少将，还有情报次长助理次长呢洪宏居少将呢，这2个人呢是还在搜救当中。那这一架国防部的黑鹰直升机呢，他们今天早上7点55分的时候从松山机场起飞，预计要前往宜兰。不过在8点20分的时候呢，就获报光点消失了，是迫降在宜兰跟新北交界的山区。那国军呢，还有这个宜
宜兰还有新北的消防人员是赶紧上山来做搜救哦。那其实呢，今天这一个一行的这个高阶的军官呢，他们是要前往宜兰东澳来做春节卫冕的行程，但是因为不明的原因呢，突然是失速哦。那目击民众就报案呢，远远就看到呢有一辆直升机呢是高速的往下坠，第一时间呢还以为是坠机。那这个军方刚刚是表示呢，他们是迫降，并没有是坠机这样的事情哦。那就在刚刚呢，传出的最新消息呢，是参谋总长沈英明呢是已经找到人了，正要送往三居总医院来救治。不过呢，这个总共13个人呢，现在是还有2个人，包含的是政战局的副局长于新文少将，还有情报次长室的助理次长洪红军少将呢，2个人呢还是失联的。那目前整个搜救的行动呢，都还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会持续为你掌握。新马时间镜头交还头呢。好，多谢张董。拄则张董嘛有讲到有消息讲，这个飞行机载来参谋总长辛一鸣，拄则搁亲像已经找到人啊。不过这个消息搁需要等国防部进一步来证实。其他也搁有政政局的副局长，也就是于清文，也搁有政处室的助理处长，也就是洪phong金载来。即嘛这2位相关的单位当日咧找人。拄则咱听到就是这只飞行机拢总有13个人，其中军文社的记者陈应德已经找到，赶紧甲伊送去病院来治疗。其他也阁有10个人的部分，嘛拢家在平安无代志，即嘛赶紧送去病院来进一步来检查。另外，这方面咱特别来关心讲，拄则有消息讲到参谋总长辛一鸣，敢讲已经找到现场上新的情形，咱继续连线记者易杰来查来了解。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国防部这架黑鹰直升机是在7点55分的时候从松山机场起飞哦。那其实它是在8点20分的左右获报这个光点已经消失了，迫降在新北和宜兰的交界山区哦。那这辆黑鹰直升机本来预计是要前往宜兰东澳的雷达站慰劳这个官兵的部分哦。那其实，在飞机从松山机场起飞后，那现在预计是坠落可能是在宜兰的福山山区这个地方哦。那目前已经整个搜救行动都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宜兰县消防局哦，那第一梯次有30人组成的救难队已经出发了。那这个目前的地点是还未能确定掌握整个坠落地点是在哪个地方。那 GPS 也是持续在定位搜救当中哦。那从中央气象局的资料上来看，那今天上午8点新北到宜兰这一带都是有一些零星的飘雨，那云层是比较厚的，最大阵风大约是在4级左右，那平均风力也都有3到4级左右。整个风势是目前是在转弱当中，那其实有利于这个搜救进度持续进行的。那国防部稍早是在记者会上证实哦，包含参谋总长沈一鸣在内，机上总共是有13个机组人员，但由于直升机迫降的地点是没有这个人工观测站的，是无法判定这个附近的天气状况是不是有雾，然后影响到它整个飞行的状况哦。不过从这个宜兰苏澳一带的这个资料来显示，当时的能见度大概有超过3公里，也没有这个特殊的天气的状况，所以应该是不是受到天气影响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但是还是要后续的来进行证实哦。那国防部现在已经成立了这个救灾应变中心，第6军团的兰阳指挥部正在全力搜救当中，各单位也都赶赴现场。那刚刚最新的消息是有先传出在同基的这个军文社的这个记者有先被搜救到，然后那目前是送医紧急在治疗当中。那整个的附近也有探测到生命迹象，还要都在继续赶快加强这个搜救力度哦。但相关消息都还要等国防部再进一步来证实哦。那以上就是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情况，主播。好，多谢易杰。拄则咱听到就是易杰甲咱讲到有消息，讲到参谋总长辛一鸣已经找到，不过这个消息佫需要等咱的这个相关的国防部的单位出来说明。咱拄则嘛看到伫咧上指部有真侪相关的人员出入入，小等的安静的来开记者会。若是有记者会现场，咱嘛会随时为大家来掌握。这是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另外，佫再来关心，这是偷掠鱼仔2家的调查头，敢讲是贼仔有交结。这是新北市的富基渔港海产互人偷摕，一间专门卖海产的摊贩，新历12月29甲1月初1这2天，互贼仔偷摕价值2万块的海产。其中1月初1监视器电眼翕到3个查甫趁休困的时，那亲像是行走卡共款，真正也入去到鱼仔市内底偷摕。摊贩怀疑讲，咱的小连续2天无照规定来扣封锁线，佫再开警报器。怀疑讲敢是内神通外鬼，今嘛警察已经接到报案，当地咧全面调查。
另外，这方面来关心台南市半暝一栋大楼熊熊失火，该在消防人员一个赶到位了后，赶紧把火拍花。不过调到这个监视器了后，看到好像就是一个姓杨的查甫人牵涉到放火代志。警察3点钟内已经抓到人。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桂亚夫来传来了解。阿夫。好，主播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呢，一名男子深夜走进台南一间住宅大楼，没有几分钟呢，就传出汽油及烧焦味，并且还有火舌窜出。有住户立即通知警消前来，好在消防队及时赶到呢，紧急在大楼内找到火源扑灭火势，所幸无人伤亡。后续进行火调时，发现疑似是人为纵火，调出监视器后就看到这名王姓男子的身影。而拉近镜头可以看到呢，他手持塑胶桶，里面就装着汽油，大喇喇的在凌晨3、4点进入大楼内，不到1分钟内又离开现场，涉嫌重大。警方循线呢找到这名20多岁的王姓男子租屋处，迅速在3小时之内逮到人。问他为何要纵火呢？他称是因为不满前女友要分手，而前女友就在大楼里，仅因感情不顺就纵火。警方最后依公共危险罪嫌将他送办。可以看到呢，纵火点就在大楼的中庭内，好在住户及早发现，否则整栋大楼很可能会陷入火海。后果难以想象。好，上述目前所掌握的最新情况，现在交给彭内主播。搁再来关心，若是甲选举的机摕去回收、摕去卖，爱注意可能会违法。这是中华鹿港有2个民众看年暝偷摕2个候选人的机仔，互下班的警察发现了后，通报管区的派出所来抓人。若是违反盗窃盗罪嫌，可能佫牵涉到选举罢免法，上届当都要关5档。警察，抓起来！一个查甫人利用看暝暗来，将陆路落单，将候选人插伫路边的机仔偷偷摕落来，装入去家己的袋仔内底，想要占来家己用。警察接到报案，随到伫咧当场，将人甲物件拢找到。来，摕出来，物件摕出来，啥物件？来，摕出来。包括国民党甲民进党2位立委候选人的机仔，总共4名，佮有插机仔咧用的竹篙、铁条甲铁线这证物。警方调查，这个姓杨的查甫人看年暝摕到布袋仔，沿路咧偷摕候选人的机仔，拄好，互一个下班要转去厝的警察发现，通知派出所来伫抓人。依照公职人员选罢法98条跟刑法窃盗罪320条的罚则是触犯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警方表示，这个查甫人无正当的背景，偷摕这机仔，单纯是想要摕去卖，无想到安尼会来犯法。据了解他本身是一个弱势的一个家庭不晓得严重性来触犯了选办法。那我想我们也会站在协助的立场。不管他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来破坏，其实这都增加了我们社会资源的浪费。警方呼吁民众选举的期间，候选人的机仔也表示，若无经过同意，千万唔通凊彩来摕，避免触法。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来听上直播详细的讲法。我们这个空军救护队一个新U 型的直升机以下。正驾驶是叶剑营中校，是我们空军官校的91年班。副驾驶是这个刘正富上尉，官校101班。机工长是许宏斌士官长。那我们今天是执行总长这个春节慰问的行程。所以说，除了这个3个机组员以外，上面有10个员是我们国防部的这个慰问的这些人员。我们在预计7点54的，记者们可以看从7点54从这边起飞，这是一个目视走廊，预划的航线是查理1洞航线，保持高度3000尺以下的绝对高度，这是我们预定这个航路。在8点07分最后一次构联，最后光点距离中正港在328度7度17里的时候，这个地方消失。那目前的他们当时报的天气都是在云高是3000尺到4000尺以下，能见度都是非常良好的那这个最后发现的位置呢，叫做这个统后溪的溪谷。那目前这个机组员呢，正驾驶是叶剑营，副驾驶是刘正富，机工长是士官长许宏斌，还有我们的总长沈总长，还有他的参谋黄胜航。总司督长韩正宏，以及情次室的助次洪红军，座机室的处长刘孝堂，后次室次长中将黄佑明，冲刺室次长曹进平，副局长政战局副局长于清文，还以及座机室的中校参谋周心怡，还有军文社的新闻官陈义竹，这总共13员。那目前呢？我们的搜救机已经在天上了。那目前的我们的男子部救援的地援部队在赶的过程中，
那目前这个我们在持续搜救当中。那人员到达现场，我们还会有进一步的情况，我们再跟各位报告。那有些人这个目前有些人这个情况是平安的。那目前最新的情况我还是没有办法掌握。以上就是我们的今天这个整个情况。希望这个记者们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多时间去搜救。也希望记者们帮我们多祈福，让我们更多的人更平安，也愿我们空军平安。以上是我的这个简单的报告完毕。请问沈总长找到了吗？现在我们已经标定位置，现在在搜救当中。那有传出说他已经送到3种医院。我们现在还掌握不住，因为现在地面部队还没有到。我希望大家一起祈福，好不好？我们现在已经标定位置了，地面部队也找到了。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掌握现场的情况，好不好？有进一步有最新的好消息，我一定会跟各位报告。请说。请问一下，就是说，现在地面部队到事故现场，目前有没有预定说大概多久之后可以抵达？我相信应该是在1个小时内一定会到的，一定应该有。他们现在在赶的过程中，好不好？我们现在是，请说。所以我想请一下那个他那个飞机它是坠毁还是怎么样？因为我们接到的是环境因素还是机械因素，我们已经成立专案调查小组。我想知道的是说，现在飞机的状况是怎么样？是坠毁，然后飞机已经它的状况是怎么样？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人员还没有到达现场，我们知道飞机是已经是迫降了，已经在那边，但飞机可能情况并不是很理想是的。这个部分可以确认吗？我们现在就是因为人员还没有到达现场，因为那边构联不是很清楚，我们还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掌握到这些进一步消息。有进一步的消息，我们一定会跟你们报告，好不好？司令，不好意思，请说。这边民事业务府这边想请教一下，那现场回报的时候，机身状况是怎么样？目前现在现场回报机身的状况是怎么样？现场就是，然后战管最后一声听到他们就在他光点消失前，他有回报些什么吗？我们最后一声光点消失就是说，报天气8.06、8.07那到6分之间，他有报天气说能见度是这个拐李云高大概3000值到5000值是符合这个进场标准的天气都是符合标准的。最后一声是这样的，他并没有讲任何话。现在就是我在等现场的状况，好不好？我希望这个记者们、先生们给我们这个最大的这个祝福以及祈福。我希望的人员都希望他们能够平安，好不好？我们相信下午大概就应该会知道结果。那人员部分，目前我们知道是只有3个人还没找到。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跟现场达到构联，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人员现在还没有到，来，请说。去了搜救兵力到底有多少人？那已经找到的话，预计要送到哪间医院？我们现在的直升机在上面，这个在待命。如果有找到，我们下去赶快调。那调我们有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会就哪一个他的伤势情况，哪个地方最快能够达到最好的救援，由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来做决定。我在这边没有办法跟你做这个回答，但是我们以最快速的方式给他送到医院。那已经获救的送去哪里？已经获救的话，也是要听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他把治疗的医疗分配如何的最有效的分配，我们有一个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应变中心，他们在这做这个处理。现在就是我们现在人员还没有到达，所以我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能回答到这个每一个人的情况。来，请说。许维想请教一下，就是你们现在那个搜救的目标区，它是标定是依照那个刚刚就是雷达消失光点的方式去标定，还是说你们已经目视到待救者了？有目视到了吗？来，请回答。那个目前搜救的进度大概3跟各位补充说明这个飞机光点消失回报之后，就从松山机场已经起飞了2架
UH6栋的黑鹰直升机到达现场。另外，南洋指挥部有90亿元的兵力已经出发赶往现场去进行搜救。那至于飞机已经确定是在地面，那飞机受损的情况，我们还要等到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可以确定它的情况。人员部分还困在这个机身残骸里头，部分人员已经脱困，可是详细的这个还要由现场的搜救部队还有现场的搜救指挥官进一步回报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做进一步的确认。那至于其他的消息，我们会在这个后续的兵力陆续到达之后，把这个人员机身还有送医的情况跟各位这个记者做回报。不过在这个阶段，因为我们还在搜救中人员的家属也已经陆陆续续的到达基地来，在这个时候我们尊重这个家属的心情，所以说也请各位记者配合，我们后面有最新的消息一定会跟各位通知可是我们先这个顾虑到我们空军所有官兵还有这个家属现在都很关切这件事，详细的搜救情形、飞机的情况、当时事发的经过，事后进一步了解之后，都会跟各位回报。好，谢谢。933已经目视到它了，对不对？目前在空中，直升机往地面是受到云层的影响，目视的情况并不好。那至于地面人员是否到目视，我还要再做进一步的确认。好，各位记者，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很希望能够赶快的进入把这个搜救的这个程序能够达到尽善尽美。好，谢谢各位记者今天来这边做给我们这个采访，我们会赶快去做一个抢救的动作。好。后续我们军事新闻处发言人这边会再跟各位记者先生朋友我们保持联系，把最新的消息再告诉大家。谢谢大家。好，咱拄则听到就是空军司令上将辛虎基上新的讲法，伊拄则嘛正是讲，咱拄则听到的消息就是参谋总长沈一鸣拄则有消息讲已经救到啊。不过咱拄则听到这个上将的讲法是讲即马知影讲用这个定位了解伊人伫倒位，不过也未去救到伊。讲按算爱差不多1点钟的时间才会当救到人，这是咱拄则掌握上新的消息。继续就要连线和记者黄义杰继续来带咱了解现主时搜救现场上新的情形。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国防部这架黑鹰直升机是从7点55分松山机场起飞，是预计到宜兰冬奥执行这个春节的卫冕行程哦。那在8点20分的时候，是获报光点消失，那传出是迫降在新北和宜兰的交界山区哦。那国防部在稍早的记者会上面也证实，是包含参谋总长沈一鸣在内，机上共有13个机组人员哦。那中央气象局是表示，从相关的资料来看，今天上午8点左右，新北到宜兰一带是有一些零星的飘雨，云层偏厚，最大大约是4级阵风哦，平均风力大约都在3到4级左右，但整体的风势是在转弱当中，气温大约16度，那天气是符合这个飞行标准的。但由于直升机迫降地点的附近是没有人工的观测站，无法判断是否有雾。但从宜兰苏澳这一带的资料显示，能见度有超过3公里，气象局判定这个能见度是并不低的哦。而且当时这个天气正在好转当中，天候状况不差，也没有特殊的天气状况。那目前国防部是已经紧急成立了救灾应变中心，陆军第6军团的兰阳指挥部正在全力搜救中，新北市消防局、宜兰县消防局也都赶赴当地现场搜救了。那目前他们现在是用 GPS 定位的方式来赶紧来找寻这个直升机迫降的地点哦。那国防部这边又是在出动了2架黑鹰直升机，在天空中持续在搜救当中。那目前传出消息是已经知道这个直升机是在地面上已经有被找到了，但是它这个破损的状况、损毁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还要等到进一步的来调查哦。那先前是传出已经先找到了这个同机的军文社的记者，现在目前是赶快紧急送医抢救当中哦。那附近也都还有探测到这个生命迹象。那先前是传出这个参谋总长有被搜寻到的这个状况，但是目前这个军方是证实说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救援，目前是还没有获救的哦。那我们也会持续在为您掌握现场的最新情况。主播。多谢伊姐，咱即摆了解，也阁有参谋总长沈一鸣在内3位大粒的将官。小等若是有找到上新的消息，咱会随时阁为大家插播。另外来关心，这是新北市中和一间连锁超级市场外口停车场，特别规划好相当无方便的人有一个停车格。不离个伫咧停车格边啊，规划这个所在本来是要互人会当顺时上车落车，所有人甲这当做停车格，拢插学倒摆。交通局嘛讲，假使若是接讲唔听，就会开始罚。
连锁的超级市场外口，新种停车位无任何一台车，边仔机车煞是停甲满满，一台接一台，整整齐停咧停车位内底。但是这毋是停车位，实际作用是啥物？大家全部拢无傻傻。这个应该是人行的步道专用吧？是停脚踏车用的嘛？那个是残障人士要给他方便下车用的。总算是讲到啊，停车位边啊有画车线的这个区，确实是要保留好新众人士来使用的空间。新北市中和连锁的超级市场外口，业者来设新种停车位，真大心，搁特别标造化线，主要就是要让行动不便的民众会当方便来上车甲落车。但却因为标示无清楚，互唔知影的民众将伊当作是一般的停车位。大卖场或者是像百货公司里面，都会有被要求依照总车格位数的2%。的一个比例要来设置身心障碍车格位。那如果一旦民众有占用的情况的话，停车场的管理业者他要通报地方的主管机关来做处理。原来商品拢有责任，业者若是无及时来通报，做好管理的责任，就会互人来罚1800块到3600块。啊，若民众违规占用专属的车位，若是囥袂听，嘛是会来罚600到1200块。提醒你，留互新众人士的有限空间，千万唔通为着贪方便来占用，牺牲别人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市立动园顶礼拜开幕，甲逐工拢有上万的民众入来到内底参观。2019年上尾一天，就人翕到可爱动物区，老师带囡仔来遮参观，结果有囡仔无听话，摕石头来击孔雀，互人讲这个囡仔唔听，民众去甲甲影片放伫网络，希望时代抑个校校会当好好来教示囡仔。囡仔跍伫涂骹，真活大咧看细只动物，看到敢若真安踏。毋过后一秒，煞有囡仔摕石头啊，对这个玻璃内底孔雀安尼一直甲牵，孔雀伫个内底头皮皮掠石头安甲上一个，好亲像毋知影讲家己去互人欺负。毋过伫个边的民众已经看袂落去啊，就去甲动，毋过嘛是无效，所以就决定要甲这个影片甲传上网络，互大家来看一下。小朋友看到动物就很容易靠近，很容易冲过去。那虽然说它是用没有隔栏的，对不对？但是那个维护的动作比较安心一点。这是顶礼拜12月28日打开幕的新竹市立动物园，所以伫个开幕无到5天，也就是12月31这天，伫个这个可爱动物区的孔雀，所予一群校外教学的囡仔来甲牵石头。园方嘛来呼吁家长甲校方，希望讲因会当进来加强教育。对所有的游客，包含小朋友，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那也呼吁我们的家长能够要求我们的小朋友尽量不要去让小朋友有欺负动物啦，或是不当喂食的行为，并且注意自己的安全。从开幕到今，逐天拢有差不多1万的民众来遮参观，特别是伫个元旦放假的时，人数有可能是来到2万。提醒民众若要参观动物，千万都唔通安尼骹来手来，安尼才袂去糟蹋到园方要互民众遮尔活大来观赏动物的好意。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甲动物有关系，看年暝有山猪伫咧行路热潮，一只山猪看起来真懒死。3.1暗时，伫咧大东卑南乡，伫咧四界安尼拍走，拢入去人的徛家，民众惊一个。因为这只山猪较大只，就民众拄开始抓准讲是乌狗，用电火一个笑，才知影讲是100多公斤的山猪，赶紧通知大人来拍啦。天色乌暗暗，一只毛长长的山猪雄雄出现伫咧路面，民众唔知影要安怎，干那会当对伫咧后壁。哦，有山猪啦！无偌久，这只山猪大摇大摆行入去邻家，厝主赶紧将厝内的人叫精神。开玩笑，那么大！代志就发生伫咧台东卑南乡。12月31号暗时，有民众要转去厝的路面，看到这只100多公斤的山猪。搁发了一队的大鸟鸡，慢慢啊行伫路面，看到人嘛袂惊。射入去人兜了后，怕来的人烦恼伊会伤害到人，只好将伊来捕杀。可是他一枪就倒了，在这里。1、2、3。当地人笑讲，这只猪无当过本命年，伫咧大马路乌白行，互人掠到，一声变做是人兜青草的好料。错误的时间出现伫咧错误的地点。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后，继续要带大家关心上新的现场消息。这是乌鹰直升机强降落伫咧新北，也有宜兰的山区。行政院院长苏贞昌接到消息了后，嘛已经指示着讲全面来搜救。另外，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即嘛有消息讲伊赶到现场要来关心。
原要做牛，免惊无来通拖。对人去考骨你，这种母钱搁较食啦，就要控石膏。过来，这首歌是由山顶的乌狗兄点予港岛水姑娘的《爱你入骨》。叫伊困也唔困，夹出来咧吵到如场场。我有困啊！哎呦，好啊，困到吼，嘛叫我安尼跳甲乱七八糟呢。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台视鼓励。2位歌姬飙高音，让李玖哲也想露一手。现在我要飙高音，飙到大雷下雨，再来个穿衣。睡啦！现在我要飙高音，飙到大雷下雨，再来个穿衣。好，你来，现在要飙！快下载17M，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唱。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上新的现场要继续来关心国军乌鹰直升机雄雄降落伫新北宜兰交界福山山区。拄则咱听到国防部开的记者会，证实讲飞行机内底有参谋总长沈一鸣在内，拢总也阁有3个大粒将官，甲打也未找到。不过，即卖有上新的消息，就是消防单位已经证实讲参谋总长沈一鸣人已经找到，也就是讲已经救到伊的消息。详细情形，连续记者黄义杰来带咱了解。义杰。各位观众，国防部在稍早的记者会已经证实后，这架黑鹰直升机是从7点55分在松山机场起飞，那预计是到宜兰冬奥执行春节的慰问行程哦。但在8点07分的时候，最后一次共联之后就失联了，光点消失。那现在的消息是迫降于新北和宜兰的交界山区哦。那稍早记者会上也讲到，这个参谋总长沈一鸣在内，包含这个参谋总长沈一鸣在内，机上共有13个机组人员。而从中央气象局的资料来看，当天上午8点左右，新北到宜兰这一带是有一些零星飘雨的，那云层也偏厚，最大约4级阵风，平均风力大约都在3到4级左右，而且整体的风势是在转弱当中，气温大约16度哦。那国防部说，这样的天气其实是符合飞行标准的，但由于这个直升机迫降的地点这一带并没有人工观测站，不能判断这边是否有起雾的状况。但从宜兰苏澳这一带的资料显示，能见度是有超过3公里的，事故地点可能能见度也不会太低哦，而且当时这个天气正在好转中，天候的状况并不差，并没有特殊的天气状况哦。那国防部是赶快成立了这个救灾应变中心哦，陆军第6军团的兰阳指挥部也正在全力搜救当中，新北市消防局、宜兰县消防局也都赶赴当地搜救了。那国防部这边是又再派出了2架黑鹰直升机哦，那现在目前看到确定是已经有找到这个迫降的直升机，但是它的损毁状况是还不确定的。那最早是传出这个已经有先找到了这个军文社的记者，目前已经也送医治疗当中了。那参谋总长目前是也发现了，但是目前好像传出是还在受困当中，人是还没有救出的状况哦。那这都还要等待国防部进一步的来证实。那现场也都还有持续侦测到这个生命迹象，整个搜救力度也都在加强当中，也希望且能赶快传出好消息。以上就是我们现场掌握的最新状况，主播。多谢伊个。另外，这方面的画面赶紧要来关心，今麦伫咧指挥所上新的现场，继续要交互记者李永平来带咱掌握。永平，我本身知道，如果在1个小时之内会到的话，那我是可以报告。OK， 好，你画面不会用哦，对。好，咱即摆看到现场上新的情形，这就是新北的消防队已经赶来到指挥所，要赶紧来准备救人的计划。咱嘛会当看到即摆现场上新的情形，就是行政院院长苏贞昌接到消息了后，已经来到现场，要来指示救灾单位，就要赶紧来救人。现场上新的情形，咱就继续交记者李永平来带咱掌握。好的，主播各位观众，我记得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新北市的乌来这边的。由于今天上午呢，国防部的黑鹰直升机载着这个13人，也包括这个参谋总长沈一鸣了，但是在这个宜兰和新店的交界处呢是迫降的。而记得现在所在的位置在乌来呢，目前的最新情形哦，包括就是这个消防局呢，他们已经确认了，目前呢11人呢已经有13人呢，已经有11人是搜救到了，最后一位呢就是这个大约在10点50分
救出的这个参谋总长沈一鸣哦。而新北市消防局呢，他们这边也即将派出这个搜救大队呢，是前往迫降的地点来进行搜救。而目前呢，他们总共已经出动了2个梯次，包括呢10点43分的时候呢，是有11人先从新店这边出发了，而在11点20分呢，另外还有19人哦。而2队都是以步行的方式呢来前往这个迫降地点。不过呢，由于他们要行走的路线呢是有这个统后步道，而统后步道呢距离车子呢能到达的这个地点呢，之后步行需要通过3到4个小时后才能到达这个迫降的地点，所以这个时间呢也需要经过非常一段长的时间。而稍后呢，这个消防局他们也会派出直升机起降，同样到现场进行搜救。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形直播。多谢影评，日咧搜救现场，互咱上新的消息。拄则新北市消防局已经证实讲，参谋总长沈一鸣已经找到啊，即卖还佫有2位大粒的壮官，甲他还佫伫咧找。另外，上新的消息继续要来关心，为元旦起，带囡仔津贴6,000块的补助金，资格正式延长到3月。还佫卫福部嘛放令拄出事到2回的公托，拢总555间，按算会当照顾到17000外的幼囡仔。另外，饲囡仔津贴为即个月一个人一个月本来是2,500，已经提悬到5,000块。什么时阵会当开始嘛？等咧讨论。同款嘛是跟囡仔权益有关系，来关心第3阶段公费流感预防针为元旦起开始做。疾管署分析，最近这4礼拜流感的病毒株有抗体原因，发觉讲 A 型的病毒和预防针是完全无同款。另外 B 型流感的预防病毒株和流感的预防针同款嘛无符合。针对这件代志，疾管署出面说明，讲预防针约受6-7成的保护力。咱做伙来听疾管署详细的讲法。1月1号开始，第3阶段公费疫苗接种对象已经开放接种了，所以请符合接种资格的民众可以尽速持健保卡至合约院所或各县市卫生所接种您的4价流感疫苗。可以。你们有就是问题，我可以跟着问题回答。今年我们接种的4价流感疫苗里面有2种 B 型流感病毒株，包括维多利亚株和山形株。那我们在最近几周的病毒学检验发现说，最近流行的维多利亚株和疫苗株的抗原性其实有一点差距。那也就是表示说，血清抗原反应没有那么好。但是在这里还是要强调，就是我们的数据看起来，流感的不管是重症或是死亡的个案呢，8成到9成以上都是没有打过疫苗的。所以不管这些疫苗株吻合的情形做起来怎么样，有打疫苗还是一定比没有打疫苗有更好的保护力。那我们就很好奇，就是说，因为它如果是0%的话，为什么还承认说是有6到7成的保护力？因为我们评估疫苗的保护力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那刚刚所谓的0%是指我们在雪貂身上去做这个疫苗的抗原性和雪貂产生的反应有没有吻合。但是疫苗打在人身上跟打在动物身上本来就不能够完全画上等号。那人的免疫反应其实很复杂，除了我们用动物实验做的之外，还有其他各种的免疫反应，那也可能会有交叉保护的效果。所以我们觉得从我们个案上来评估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休困一个广告了后，赶快有上新的连线消息，要继续带大家关心。这是乌鹰直升机强降落伫山区，拄则新北市消防局即是讲，参谋总长沈一鸣已经找到啊。原要做牛，免惊无力通拖。对人去考骨力。这种古钱搁较食啦，就要控石膏。过来，这首歌是由山顶的乌狗兄点予港岛水姑娘的《爱你日骨》。叫伊困也唔困，夹出来咧吵到如苍苍。我困啊！哎呦，好啊，笨蛋哦，嘛叫安尼跳甲乱七八糟呢。每礼拜1到拜5暗时8点，台视鼓励。2位歌姬飙高音，让李玖哲也想露一手。现在我要飙高音，飙到大雷下雨，再来个转移。睡啦！现在我要飙高音，飙到大雷下雨，再来个转移。好，你来，现在要飙高音。
快下载ECM，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一起唱。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上新的现场继续要带大家关心国军乌鹰直升机雄降落入咧乌来山区，国防部拄则是咧讲到这件代志头尾到底是安怎发生？不离个新北市消防局嘛已经证实讲参谋总长沈一鸣已经找到啊，现场上新的情形继续连线咱的记者陈干山来传了解，干山。好的，主播，针对这起意外，有民众疑似目击在新北市的乌来山区紧急迫降，而气象局表示，今天新北市乌来到宜兰一带呢，其实天候状况还算是可以，虽然是有零星飘雨，而最大阵风约是4级，整体风势是在转弱当中，能见度有超过3公里，并没有特殊的天气情况。究竟事故原因为何，还要进一步的调查。而其实台湾的山区高山林立，黑鹰直升机一向被认为是最能因应以及克服这类地形的直升机，没想到上午 UH-60 直升机编号933却经传意外，有没有可能是气候因素，还要进一步的调查。但根据气象局资料显示，上午在新北市乌来山区云量偏多，能见度不差，平均风达3到4级，风不算太大。另外在能见度有超过3公里，整体气候状况还算是可以的，没有特殊的天气情况。而现场搜救行动都还在进行当中，气象局表示整体的天气情况都在好转，阳光也会逐渐露脸。虽然云层比较厚，但天气逐渐放晴了，也有利于现场的搜救行动。而针对这起事件，国防部已经成立了救灾应变中心，陆军的第6军团的南洋指挥部也到现场了，新北市的消防局、宜兰县消防局等相关单位都将全力执行抢救任务。把镜头交还给主播。好。台语文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过来捌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日就是霜，霜就是寒天水汽加咧幼冰，像咱讲落霜、凝霜，还有霜雪。另外像霜安尼保一言，咱讲是糖霜，文音读做霜，带大家做过来小解2个词。头一个糖霜就是亲像霜安尼保一言的糖。另外心肝宝贝，咱嘛会当讲是糖霜丸，亲像糖安尼遮尔啊甜。第2个词就是冻霜，会当讲是克制的意思。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2个词夹做伙。譬如讲，人咧讲笑花连盆，疼囝连孙。对阿公阿嬷来讲，金孙就亲像糖霜丸。阿公阿嬷对家己欠长内度，那对孙绝对袂冻霜。今仔日小解这一日霜，另外一个音读做霜，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要来关心，这是用一脚徛的，会当徛偌久？日本上新的研究就发觉讲，亲像这款呛脚架用高脚徛的好处袂少，会当帮助骨头徛1分钟，那亲像是行路行50分钟的效果。上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你咧徛的时，会当训练到另外一边尻川皮、大腿的筋肉，也佫有徛到会当来评估讲脑敢有健康。若是我都徛超过5秒到20秒，安尼后日发生中风、失智症的几率拢会较悬。徛好停，将脚压悬到90度，另外一边维持一只脚徛着。这个时阵，就爱伫咧鞋当中找到平衡感，将身体徛好在。莫小看这个动作，日本的研究发现，若是会当徛1分钟，就会当达到行路50分钟的效果。你发现很多时间，其实你是在脚掌肌肉。你开始你发现，你看你不稳，但是除了脚掌以外呢？脚的2边的肌肉、前后肌肉都可以得到一个训练。伫咧用高脚徛的过程内底，脚的经脉会变较硬、较平，唔但会当训练到脚掌，佫会当训练到大腿头前甲后壁，佫有两骨相平的经脉。日本佫有研究，互40名骨质疏松的患者，每工来做3摆，2名用高脚徛咧1分钟，最后发现有7成以上的人骨质密度拢明显来上升。国内医师解说，其实徛咧本身就会当来刺激到骨头，增加血流量，做骨细胞会当活化。另外，亲像是无法度用高脚来徛咧超过20秒，就可能代表脑部已经出现问题啊。单脚没有办法站立的话，可能暗示着你可能大脑的这个很复杂的一个功能，可能就会有一些影响。研究发现，这些人可能脑部可能有一些小血管的病变啊，或者说有一些微小的出血啦。那或者是脑部的一些退化的一些迹象。以神经科来讲，有时阵嘛要求病人用高脚徛咧，较能平缓的状况，透过简单的训练，加行加徛，互身体更加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原要做牛，免惊无力通拖。对人去靠骨你。
啊，这种保钱搁较食啦，就要控石膏。过来，这首歌是由山顶的乌狗兄点予港岛水姑娘的《爱你日君》。叫伊困到唔困？甲厝内咧吵到如苍苍。我困啊！哎呦，好啊，困到哦，嘛叫我安尼跳甲乱七八糟呢。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台视鼓励。 2位歌姬飙高音，让李玖哲也想露一手。现在我要飙高音，飙到大雷下雨，再来个转移。睡啦！现在我要飙高音，飙到大雷下雨，再来个转移。好，你来，现在要飙！快下载ECM，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一起唱。那你怎么会来？我已经没事了，我不痛了。你看我现在可以名正言顺的调兵，那多好。所以他左手确定骨折吗？我们不是说要一起结训吗？文熙，你放心啦，相信他很快就回来了，会跟我们一起结训的。他的心里一定感到很受创。素儿最听你的话，你一定要帮忙鼓励他。真的没办法回来了吗？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 2019烧脑神剧，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 即将进入精彩大结局。躲在键盘背后的神秘骇客到底是谁？一步步走向黑暗的他，是否曾经后悔？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他们又是为了什么才犯下那些不为人知的罪？开枪！你终于懂被逼到绝境的感觉了吗？ 最终之战，胜者是谁？本周五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 精彩大结局。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还记得2019一开春，台视红白给你核弹级卡司。大家好。第二个欢迎国际巨星小 S。 排场，2020就要到来，更多不可思议梦幻阵容，敬请期待。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周一到周五消费情报站，好利鲜蛙5个赞，有依林陪你哦。我也有在看呢，赞！台视，台视，一起上，送10万，那就由我来做终极美味的炒面吧。台视蜡笔小新剧场版《岁末巨献》，每周6连播1小时，12月14日起连续6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好礼。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6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强档动画《蜡笔小新》剧场版。我们2020年，我们一定要赢。军方来抢救，一切以军方的宣布为最主要的一个信息。那我这边虽然直接间接也得到他们给告诉我们的信息啊，比如说给我的报告的内容里面说有11个是安全的，还有2个目前是失踪。那详细的内容还是以军方的宣布为最主要的一个依据。那我这边做好准备，而且已经开始行动了，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很快迅速的把所有人员都能够抢救回来。谢谢，谢谢，谢谢，结束了，谢谢。好，咱拄则听到就是新北市市长侯友宜，伊听到消息了后，赶紧来到乌来山区来关心规个救援上新的情形。拄则咱嘛听到侯友宜，伊特别讲到国军这一届发生到乌鹰直升机强降落的代志，结果飞行机是降落伫咧新北市的乌来。拄则咱嘛听到新北市消防局有进一步证实讲，参谋总长辛一鸣已经找到伊啊，即嘛等咧甲伊救。即嘛咱拄仔听到侯友宜的讲法，就是讲来到这个乌来山区，要来到飞行机降落的现场，上少行路
嘛要行1-2点钟的时间。另外有这个消息，就是飞行机内底拢总13个人，即马敢若剩2个人，也未找到尔。咱拄则看到新北市市长侯友宜，伊嘛特个讲到，新北市乌来山区已经赶紧派救援人员来超山，要赶紧来了解这个2个人是伫倒位，嘛要进一步来救。现场详细的情形，咱就继续交记者黄怡杰来带咱了解。怡杰。主播各位观众，国防部这架黑鹰直升机是7点55分在松山机场起飞，预计到宜兰冬奥执行春节的卫冕行程哦。但在8点07分最后一次共联后，当时的通话内容是在报告天气的状况，云高大约3000到5000尺，之后就失联了，光点消失，迫降在新北和宜兰的交界山区哦。那现在预计证实大概是在乌来这个地带哦。那稍早国防部在记者会上证实，包含参谋总长沈一鸣在内，机上共有13个机组人员。而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来看哦，今天上午在8点左右，新北到宜兰这一带有零星的飘雨，云层偏厚，最大的大约是4级阵风哦，平均风力都有在3到4级左右，但是现在整个的风势是在转弱当中，气温大约是16度，是有利于救灾工作的哦。那国防部说这个天气其实是符合飞行的标准，但由于直升机迫降地点这一带是并没有人工观测站，无法判断是否有雾的状况。但从宜兰苏澳这一带的资料显示，能见度是超过了3公里哦。那其实这个可能事故地点的能见度并不算太低，而且当时这个天气是在好转当中，天候状况并不差，也没有特殊的天气的条件哦。迫降到底是环境因素还是机械的因素？国防部会成立专案小组来调查。那目前陆军第6军团的兰阳指挥部正在全力搜救当中，新北市的消防局、宜兰县的消防局也赶赴当地搜救哦。地面部队正在全力的挺进当中。由于这个山区的路线并不是太好走，预计可能要在中午12点左右的时候，地面部队才会到达现场。那国防部这边也先前是在派出了2架黑鹰直升机，已经有标定了位置哦。那迫降直升机的损毁状况是还不确定，但是已经有看到这个迫降直升机在地面上的情形哦。那目前先前已经有找到了同机的军文社记者，已经紧急送医治疗，周围也还有探测到生命迹象。那至于先前传出这个参谋总长已经获救，但国防部尚未证实这个消息哦。目前是说应该是有看到人，但是还没有获救的情形。那我们会持续为您掌握现场的最新情况，主播。好，多谢怡杰。拄则咱听到怡杰详细报道，新北市消防局嘛已经证实讲，参谋总长也就是沈一鸣已经找到伊，即马当日赶到现场，和伊要来见面，要甲伊救起来。另外，这方面就是咱拄则嘛听到代志发生伫咧早起时7点54分，飞行机起飞了后，因为迄当时能见度会当讲是袂歹，不离个是安怎雄雄会降落伫咧乌来山区，即马详细原因，佫需要进一步来了解。另外，这方面佫为大家来整理国军乌鹰直升机伫咧早起时7点54分起飞了后，雄雄伫咧这个新北市乌来山区降落。咱拄则看到这个飞行机内底详细的资料，就讲到内底拢总有13个人，其中即马和参谋总长在内，拢总11个人已经找到，也佫有2个人即马等咧找。有关现场详细的情形，也佫有消息，咱台视新闻的不管是为大家掌握。有关这个代志详细的发展，嘛请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要做牛，免惊无力通拖。对人去考骨力，这种本钱搁较食啦，就要控石膏。过来，这首歌是由山顶的乌狗兄点予港岛水姑娘的《爱你日君》。叫伊困也唔困，家出来咧吵到如场场。我有困啊！哎呦，好啊，本到哦，嘛叫安尼跳甲乱七八糟呢。每礼拜1到拜5暗时8点，台视鼓励。2位哥。